壓力急救第四步係安撫，即係有意識地讓自己嘅神經系統從警報模式返到穩定模式。當壓力出現嘅時候，身體會啟動戰或者逃反應，包括心跳加快、呼吸急促、肌肉繃緊、思緒混亂。安撫嘅目的係讓身體知道而家安全咗。點解安撫好重要？情緒高漲嘅時候，大腦嘅理性區域會暫時降級，冇安撫就難以理性思考。先冷靜先至有判斷力。安撫嘅三種方法：一、呼吸安撫法，最簡單有效。4、4、6呼吸法：一、吸氣4秒；二、停4秒；三、慢慢吐氣6秒；四、重複5次。吐氣時間較長，有助啟動副交感神經，放鬆系統。二、身體放鬆法，放鬆膊頭，張開手掌，下顎微睡，簡單動作可向大腦傳遞放鬆信號。三、語言安撫法，自我對話，對自己話呢個只係壓力，唔係危險，我可以慢慢處理，而家先穩住就好。語言會影響神經系統，安撫就係讓情緒降溫，唔係否認壓力，而係避免情緒主導行為。總結：察覺讓你睇見壓力，協助讓你唔孤單，保障讓你不失控，安撫讓你重新穩定。冷靜唔係冇壓力，而係有能力喺壓力中穩住自己。